托國就係喺美拉難民營嘅其中一個緬甸難民。ข้อตะเกินนี้อยากหาว่าได้คิงารีเดลิลากาการนี้ไม่ว่า 托 ได้ 國所描述嘅並唔係佢投奔自由嘅經歷，而係喺泰國揾工嘅時候所要冒嘅危險。估計有10萬緬甸人為咗逃避內戰，現時居於泰緬邊境嘅9個難民營。由於官員嘅腐敗以及係政策嘅失效，導致呢啲難民落喺人販嘅手上。托國話：佢哋喺一個禁閉嘅難民營，條件非常之惡劣。我哋到埗後被送入禁閉嘅難民營，唔能夠隨便咁進出，嗰度只有最基本嘅生活供應，而且仲係配給嘅，根本就食唔飽。因此我哋要自行想辦法。假如就係做泰國本地人唔肯做嘅工作，泰國人唔肯做嘅工，咁樣泰國老闆就會揾緬甸人嚟做。泰國難民委員會執行董事韋爾威話：泰國政府嘅難民政策有誤。過去26年以嚟，泰國政府嘅政策從一開始就計劃最終把呢啲難民遣返，因此難民營裏邊嘅難民嘅生活係非常之艱苦㗎。佢哋被困喺禁閉營裏邊，變相成為囚犯。部分難民逃離難民營，尋找黑市工。佢哋雖然知道一旦被捕就會面臨被遣返，但仍然要冒險嘗試。走甩咗嘅難民對記者表示，為咗揾工，佢哋要俾錢中間人，代為安排交通工具，同時又要賄賂警察，等佢哋可以順利通過檢查站。就算揾到工，難民每日都要過住提心吊膽嘅生活，只好繼續不時咁賄賂警察，以免被捕。泰國打擊人口販運局副局長舒雅蓬喺曼谷接受記者採訪嘅時候，斷然否認有警察受賄，同時更讚揚該局嘅工作。ทางกองบังคับการปราบปราม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ความผิด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การค้ามนุษย์นะครับเรามีเป้าหมายคือเราจะ我局嘅工作目標之一係要盡快拯救落在人販手上嘅受害者。當我哋收到來自市民、民間組織或者政府機關嘅信息之後，我哋就會第一時間派工作人員前去拯救被人販禁閉嘅受害者。我哋亦會進行調查，把犯罪嘅人繩之於法。不過，人權組織人權觀察最近嘅一份報告證實難民所言屬實。人權觀察亞洲分部負責人羅伯臣指，泰國嘅貪污問題嚴重。What we found was impunity to abuse across the board, by police, by local officials. 我哋發現層層都有濫權嘅情況，警察、地方官員、包庇違法嘅僱主、壞分子等等，外嚟嘅勞工成為咗佢哋嘅獵物。喺美拉難民營嘅宋德武證實，難民外逃工作有警察參與其中。我哋坐一架麵包車，兩坐電單車嘅警察就喺我哋前面引路。另外有一個警察同我哋同車，佢一直用對講機同其他警察溝通。我第一份工作係製衣工人，從朝頭早6點工作到晚上9點，期間你唔可以離開工廠㗎。我哋每人每個月要俾警察500泰銖黑錢，我哋要向工廠繳付餐費。月底扣除咗繳付警察嘅黑錢同埋餐費之後，就所剩無幾啦。人權觀察亞洲分部負責人羅伯臣表示，非法勞工冇議價嘅能力，任由擺佈，僱主都樂於聘用。By hiring a migrant worker instead of a Thai worker, you can essentially cut your wage bill in half. 外勞嘅工資較本地人平一半。僱主可以省翻唔少金錢之外，
更吸引僱主嘅係，佢哋可以強迫外勞長時間咁工作，而且無需提供法例規定嘅福利待遇，又可以隨時解僱外勞，甚至係俾黑錢俾相關部門，要求將呢啲勞工遣返原地。喺貪污成風嘅環境之下，難民冇辦法得到合理嘅保障，只能夠任由僱主剝削。嗰啲不幸嘅難民更加會落到人販手上，被賣到喺安曼達海嘅漁船上面，或者係賣到去妓院，又或者係賣到曼谷嘅住戶當家奴。美拉難民營嘅托國話，落喺人販手中嘅難民命運比做黑工更加坎坷。如果你被賣到漁船上，你嘅生活簡直係生不如死，而被販賣嘅婦女會一直囚禁喺住宅入邊，部分連電話都唔能夠打，部分更係遭到戶主嘅虐待、毆打、呼喝等。其中一個返回難民營嘅少女，被戶主毆打到頭骨爆裂，要用鋼片嚟修補，佢現時要經常戴住頭巾。托國同埋佢嘅家人都親身體會到呢一條係不歸路。佢嘅妹妹喺從事黑工之後就音訊全無。我妹妹失蹤咗，下落不明。佢通過一個泰國婦女嘅介紹，到一戶人家嗰度打工。我哥哥想前往探望佢，但係佢嘅僱主唔准，只容許佢喺嗰個當中介人嘅泰國婦女嗰度同我哥哥見面。但過咗不久，就連見面都唔可以，只能夠通電話。但4年前起至今，我哋一直無法再聯絡上佢。我哋周圍打聽，有尋遍各處，都揾唔到佢嘅下落。自從緬甸喺2010年進行大選之後，就爆發新一輪嘅種族戰爭，迫使數以萬計嘅難民越境偷渡。與此同時，國際對難民營嘅金錢援助又減少，令到難民處於地獄嘅邊緣，既冇辦法重返家園，但係留喺泰國又冇辦法覓得安全嘅棲身之所。泰國難民委員會執行董事韋爾威指責泰國政府嘅難民政策不人道。After 26 years of the policy that refugees are not allowed to work,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leave the camp. That is not where we treat human beings. 26年嚟，政府嘅難民政策都係把難民囚禁喺禁閉營裏邊，唔准外出，唔准工作，從沒有把佢哋當係人看待㗎。但係我哋無法改變當權者嘅思路同埋價值觀，無法讓佢哋明白難民亦係人，亦有作為人嘅尊嚴。美拉難民營嘅托國表示，享受真正自由係佢最期待嘅憧憬。我最大嘅願望就係能夠前往享有自由嘅地方。我希望有工作嘅自由，有到處旅遊嘅自由，能夠享受呢啲自由，真係太美好啦！以上係自由亞洲電台基麗斯嘅報導。